癌症几十年来是咱台湾人死因的头一名，这大家知影。每一年至少有10万名的癌症患者，因为有接受化疗、落头膜。高雄有团体为了减轻这个癌症病友的经济负担，邀请各中国小学生囡仔做伙来捐头膜。有真个捐出爱心，这囡仔呢头毛上少爱留2年以上。有一个读国小，一个林小弟，查甫囡仔，伊为了要甲因姐姐做共款，要帮助这个癌症的病友留长头毛。同学认讲伊是怪胎，加在老师借这个机会，甲因做教育嘛，就搁较侪学生做伙来做公益。准备要关头门的林家三姐弟啊，一出现，现场拢拍破啊，焦点拢伫读国小的弟弟身上。请用剪。伫众人的围观，剪掉老四档的长头毛。这段过程中，伊伫学校嘛承受袂少异样的眼光。看到大姐跟二姐捐头发捐给癌友，所以才会想捐给别人。支持安尼做，表示两个姐姐拢有关长头毛来帮助癌症的病友。全校升旗的时间，也跟小朋友来讲有这样一件事情。那慢慢的，小朋友就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小朋友。用很多的新闻或者是影片或者是文字上面的叙述，让小朋友在这个机会上面刚好可以机会教育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癌症这几十冬来是国人死因的冠军，每冬至少有10万名癌症病患遭受化疗、落头毛的痛苦。民间团体发起南部4间国中小联合关头毛，摸到30束，这位林小弟弟剪掉一泡长头毛，伊嘛感觉有帮助人的成就感。